宣调，上帝啊，求你教我创造清气的心，互我的内面有换心、有正直的神。上帝是光，咱若行伫光明，就咱三甲交陪。搁咱所交陪，就是甲爸以及伊的囝耶稣基督。现在，请咱备办好咱的心，咱做三甲来祈祷。全能准备，亚巴被上帝，你把用圣神特别的温顺，收束你的使徒，互伊有能力宣扬你的话语。求求你也将这款的智慧、仁爱甲关联的神来赐予我。我是受命用你的名来使用教做教训的，我求你来帮助我，所要传的这个真理，互听的人也受到感动，会通三个做伙来拓展上帝国度的这个福音。但是来我来到主你的生活之前，要来排列我心中的祈祷，恳求你来垂听赐福，让圣诞节拄拄过去，伫这个新的2022年拄拄要来临，所以我特别为着过去一年来你的照顾，要来献上我的感恩。也来为着新的一年来献上我的这个愿望，用你的恩典做我年冬的免流。新的一年的路径，拢有滴落这个膏油。今仔日我搁一摆伫空中透过 YouTube 网络的礼拜，要来敬拜阿罗尼，我叫主你怜悯我。我今仔日所有参与的这个网络礼拜乡亲兄弟姊妹，做了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来服侍你，互主的名通得到荣耀。我每一个人拢让成做上帝赐福的管道。是我目前肺炎病毒的疫情，也阁是非常的严重。伫这个新正年头来临的时，也阁较是增加真侪只的确诊的这个病例。虽然这个病毒的疫苗已经开始在做啊，
愿救困求天的上帝来怜悯来赐福，或者疫苗的副作用会当降低，恳求你继续来保护阮的这个身躯，互阮专心来挖过助你的保护，继续做好个人的这个防疫的这个责任。但现在恳求主你，先来清起罗卜的嘴，相信也来感召阮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阮有这个蒙恩的一个主日，阮诚心的感谢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祈。阿门。Christe eleison, Christe eleison, Christe eleison.咱做伙来听上帝的话，记载伫路加福音第2章第8节到14节。第8节，迄地方有雇羊的住伫山林，眠是守间顾因的羊群。主的天使徛伫因的身边，主的阳光微雷照因，雇羊的大惊。天使甲因讲：无得惊，因为我报恁大欢喜的好消息，互百姓拢有份。因为今仔日伫大必的城，已经为着恁生一个拯救的，就是主基督。恁要看见一个婴仔用布包困伫泽林的，这个就是互恁做记号。忽然有侪天兵甲迄个天使三甲伫地，阿乐上帝讲：伫极悬的位，阳光归伫上帝，地上和平，伫伊所欢喜的人的中间。这是上帝的话。读这本册，甲听遐个预言，佮遵守其中所记载的人，真有福气，因为日期近啦。阿明。这一条要来吟诗学老，最疼较悬过山，深若海。最疼悬过山，深若海，我要欢喜歌颂伊。最疼悬过山，深若海，我要跳舞学落伊。看袂见，望袂着，切袂透，愿由阮要称颂伊，称颂主的大慈爱，到永远袂改变。称颂主的大慈爱，到永远拢无改变。主的听悬过山，深若海，我要欢喜歌颂伊。主的听悬过山，深若海，我要跳舞学落伊。看袂见，望袂着，切袂透，愿由阮要称颂伊，称颂主的大慈爱，到永远无改变。称颂主的大慈爱，到永远无改变。
山深那海，我要欢喜歌相依。听翻过山深那海，我要跳舞落雨。我要希望袂着笑袂头，愿要情相依，常常主的大慈爱，到永远袂改变。常常主的大慈爱，到永远拢无改变。主会听翻过山深那海，我要欢喜歌相依。主会听翻过山深那海，我要跳舞落雨。我要希望袂着切袂头，愿有愿要情相依，常常主的大慈爱，到永远无改变。常常主的大慈爱，到永远无改变。主会听翻过山深那海，我要欢喜歌相依。听翻过山深那海，我要跳舞落雨。我希望袂着笑袂头，愿要情相依，常常主的大慈爱，到永远袂改变。常常主的大慈爱，到永远拢无改变。主会听翻过山深那海，我要欢喜歌相依。主会听翻过山深那海，我要跳舞落雨。我要希望袂着切袂头，愿有愿要情相依，常常主的大慈爱，到永远无改变。常常主的大慈爱，到永远无改变。亲爱乡亲、时代兄弟姊妹，大家好，大家平安。这个2020年，全世界受到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个攻击，全世界拢是陷入伫一片这个混乱的中间。人所经历到的，唔单单是一场这个健康的危机，伊嘛是暴露出这个当今世界这个政治、社会以及经济上这个危机。12月21是24季节中的这个冬节，也是400年来木星甲土星相会合上较接近地球的这个时机。那么这个圣诞星，也是讲翻译做伯利恒的星，就引起众人的注意的原因，除了伊是100年来真难伫拄到的这个机会，另外就是伊出现了伫这个圣诞节的前暝的这个夜空的中间。基督徒头一摆看到伊，是对上帝遐知影的，这是主耶稣基督已经诞生的这个记号。圣经记载，这粒明星将3个博士带因到降生伫伯利恒马座的主耶稣的面前。圣诞的星的出现，究竟会带来什么款的这个新的愿望呢？有的人认为，这粒星是代表是这个黑暗面伫要过去的这个记号。但伫要落台的这个川普总统呢，伊伫12月初3国家的圣诞树伫点灯的活动中，伊发表一篇这强国有力的这个圣诞节这个信息，我听了足感动的。伊用到坚定的这个口气，讲到圣诞节的这个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全部做到伊感谢上帝，赐了伊的独生圣子互咱，带来全人类永远的这个和平。伊佫讲，主要所的诞生永远改变了这个历史。全部做到伊讲吼，主要所基督出世以后这2000多年来，伊的教示继续咧启发，甲提升全球数十亿人的这个活命。伊神圣的这个话语到今仔日，悠然互咱满满的愿望，以及充满着这个信心。所以伫这个美国历史中，从来无一个总统即款的明确伫谈论着主耶稣基督甲伊的这个救赎。主耶稣诞生以前迄段这个期间呢，全世界有一种的这个期待特别的感觉。因伫听候君王的这个来临，但主要说来到这个听候的这个中的世界，伊一个来到全世界要追求伫伊的这个摇篮的边啊，这是世界互基督征服的头一个记号。当回想到第一个圣诞暝，主要说降生伫这犹太伯利恒，路加福音用真平实的这个文字来记载历史的背景、社会实况，游客的这个无闲天使用这个掌机的雇佣人来报消息，讲你要看见一个婴仔用布包着，倒伫马槽内面，迄个就是记号。但伫旧约圣经中有真侪这个记号的用语，上帝用到这个彩虹，就这个圈啦吼，做记号。甲人来立约，无要阁用大水来消灭人类。伫这个申命记，上帝一再交代以色列百姓讲：，你爱将我遮的话存伫你的心内，留伫你的意识中间，绑伫你的手顶做记号，带伫你的头遐顶来做经文。记号并不是单纯一个标志，记号尔定。乃是上带有这个转化能力的这个上灯。伫新约圣经新约圣经用这个马槽最主要所降生的这个记号，就是上灯，伊是最温柔、最和平、最谦卑的这个姿势降世才做人。因着伊的出世，小乡社这个伯利恒就叫做历史真出名的这个都市。马槽也因为伊来诚做这个尊贵，但今日咱要持守的，拄拄是迄份多诚肉身的使命的这个延续，谦卑压乐来服侍人群这个马槽的精神。马槽简单为伫这个圣诞节的这个布置中间来出现，总是这个新生王的记号，永远是存在伫每一个人捌伊甲跟对伊的人这个心中，诚做一个敢若像火箭烙印的这个记号。但基督的降生是要为着受死，受死是为着要成就救恩的这个计划。伫整个基督教的这个文化中间，无其他的记号甲这个上定物，比这个十字架搁较广为人所认知的这个十字架产生一种的这个转化的这个力量。叫做救赎、愿望、甲尊严，这个上定。伫主前300年，古早的这个希腊有一个真出名的这个亚历山大大帝，伊是希腊北部马其顿的国王。伫30岁的时，已经建立这个历史上最大的这个帝国。伊甲主要说，拢是伫33岁来死亡。一个是为着家己来生，为着家己来死；所以另外一个是为着你我来生，为着你我来死的。从来无人欢喜来死呢。所以最后所以出世，确实为着死亡。最后所记录一生，就是对伯利恒来到各国他，对马槽来到伫这个十字架。最后所以照亮基督徒一生的这个道路。伫这个黑暗中的这个日子，来点着光明甲愿望。对这个圣诞节的布置，咱看到这个马槽中，
受牧师甲各样人敬拜的这个圣婴孩，咱嘛看到真水的这个圣诞树甲礼物，伫这个车，伫汽车顶，也是伫买物件这个商场，咱拢听到美妙的这个圣诞的这个音乐。请问，咱是毋是有感受到主耶稣基督这个平安的王所带入的这个平安嘛？你敢有？所以伫这个疫情的影响的下面，当局拢叫咱在尽量留伫厝内。咱去买物件，不得去买物件的这个人群中，安尼来去匆匆，毋敢伫遐乱说，拢买了就随紧离开。人拢试讲，伫这个病毒的威力下面，是要去消除过往迄个圣诞节的气氛、欢乐的气氛，是要去消除。如果咱若是只有停留伫这个圣诞节，如果咱若只有是注目伫这个马祖顶悬，肯定咱绝对无平安的。只有当咱看到这个十字架顶的这个替罪的羊羔，听见伫十字架顶主要所要断开以前讲成了这个宣告，咱才会当真正享受到这个圣诞的平安甲盼望。但圣诞节真正的礼物，就是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伊毋是圣诞老公公送来的，伊是天父上帝想说互咱全人类一个礼物。伊毋是互咱欢喜一时一季尔定这个圣诞礼物，伊要接做咱生命中的主人，伊要陪伴咱一世人。主耶稣基督平刷了天父这个愤怒甲受气，互咱话通甲天父和好。主耶稣伊拍开这个天堂的门，伊带来这个丰盛、平安甲永远的这个画面。这个恩典，拢是对十字架下来的。这个礼物是特别为着世界人所备办的，伊是上帝羊羔，为着要除去世界人的罪孽。圣经讲，因为伊所受的刑罚，咱通得到平安；因为伊所受的这个悲伤，咱通得到医治。最后所诞生伫这个伯利恒的这个马祖，这是一个开始尔定。伫伯利恒看到圣婴孩，主要所有人安尼算起来吼，袂超过10个人。咱如果若是简单只有停留伫这个伯利恒，是要去消除主要所的这个卡者，肯定咱会大失望的。所以说，拯救世界人的使命，毋是停留伫这个马祖的内面。所以说，拯救的使命是伫十字架顶受难才会完成的。博士因献上礼物，乃是伫报答主耶稣基督的这救恩。咱若要献上咱的礼物，感谢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咱只有去服侍迄个卑微的人，就是做伫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咯。当卑微的兄弟若腹肚枵，就互伊食；喙焦就互伊啉；伊做人客就留伊住；伊赤身裸体就互伊穿；伊破病就看顾伊；伊伫监牢内面就来看伊。圣诞节是一个庆祝的日子，各地方的教会拢伫网络顶来过这个圣诞节，是透过歌唱、透过这个戏剧的表演来庆祝主耶稣基督的诞生。总是呢，等一切拢结束了后，当这个圣诞树下面这个礼物拢被拆开了后呢，咱将会当抽淡薄仔的时间，透过这个马祖来看伫迄个十字架顶的这个主耶稣呢。圣诞节纪念的是这款一位主耶稣，伊是上帝，都是以灵科进入这个灵源进入这个肉体，灵源将伊全知全灵进入这个有限局部的这个肉体中间。但主耶稣伊生伫这个马祖内面，伊的诞生日，互咱真欢喜。这个欢喜是因为伊的诞生的日是证明了上帝国。上帝救恩已经来临伫这个人间咯，伊的诞生带来盼望，而且这个盼望确实伫十字架顶才通实现的。
是不是一个受苦，是顺服，下面信靠是全然的疼。若是无有完全的疼，若毋是有完全的这个顺服，最后则要如何通伫这个世间内度过这个33年，并且顺服第4到死呢？而且这个顺服拄是对圣诞马座来开始的。三个博士就来到马座面前，看到主耶稣基督，就显然的礼物了，就离开了。咱虽然错过这个2000多年前这个马座，不过呢，咱拄到主耶稣以后，咱一路来跟对主耶稣，一直到十字架。所以对马座到十字架，咱才通有真正这个平安甲盼望。所以无论你是伫倒一段路，但今日互咱做伙来对马座来出发，要来到这个十字架。盼望为着咱的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伊是上帝羊羔，为着你我来出世的，为着你我来上十字架。兄弟姊妹，伫美国有一个安尼古早的民间故事，就是三丛树的这个故事。伫真久以前，然后赖上这要来讲故互恁听。伫真久以前呢，伫这个深山那内有三丛树因真兴奋，互相去讨论因将来这个愿望甲做面望。第一丛树伊讲哦，我希望我将来会当成做一个这个珠宝的盒仔，这个盒仔中会当收藏各式各样的这个珍贵的这个宝石，互每一个人拢欢喜来看到我的水。那么第二丛伊继续讲吼，讲有一日，我希望会当成做一台真大台的船，通载各国的这个国王、甲王后、甲全世界每一个角落去游览。甲第三丛树伊讲吼，我无啥物愿望啦，我干那想我要努力成长，互更较悬，就做这个深山内上较大丛、上较直的一丛树啊。人看到我伫山顶徛足悬的时，人通会抬头来仰望我，欣赏我的叶啊。人会永远纪念着我，这是我的愿望。有一日，一群这个工人举宝头来到这个深山内，想要错树啊。有一个工人看到第一丛树就讲：哇，这丛树我看来真勇敢，我应该甲伊错起来，甲伊卖互这个木匠。哇！第一丛树我听来讲，哇，足欢喜的，因为伊知影木匠会当互伊成做一个真水的这个美丽的这个珠宝的这个盒仔。那么另外一个工人看到第二丛树啊，伊讲哦，哇，这丛树我看来真定心，嘛看真勇敢，我应该将伊甲伊撮起来卖互这个造船厂。哇！这个第二丛树啊，听落足欢喜的，讲啊，伊知影。我要成做一个豪华游轮，这个面望就要实现了。当工人来到第三丛树的面前吼，哇！这个树啊，惊吓尿尿喘。伊知影一旦互这个工人甲伊撮起来时，伊的梦就无机会来实现了，伊就无法度大丛了。那么这个工人甲伊讲吼，哎哟，我都无其他的需要嘛，所以我就选这丛，讲说。倒到压开，扑一个，甲再钻落去。但第一丛树啊，被送到木匠因兜，我毋是做一个珠宝盒仔，是做一个饲料座，将这个饲料座是放伫这个切窗内面。第二丛树啊，有影是被做一台船，不过是一台小台的船啊，所以这个豪华的这个游艇。这个梦嘛拢破碎去啊！第三丛树啊，搁较凄惨，互伊破出几若十，甲伊ฮ็伫这个黑暗中，数十年过去了时，这个树拢已经袂记得因较早的这个梦想。有一日，有一对这个年轻的夫妇来到这个切窗，那么这个妇人伫切窗内面出生一个查甫囡仔，伊将这个囡仔用布甲伊包起来，放伫这个饲料座内面。
这个座是用第一张树仔所造成的。但第一张树仔看到这个顾阳人甲三个博士来敬拜这个婴仔时，伊才知影讲哇，伊所怀抱中用布所包的是前所未有的这个宝贝呢。佮经过了数十年，第二张树仔，伊所建立这个渔船，嘛坐满了人，其中有一个人因为疲劳来入眠，拄当因出海的时阵，忽然间起这个波涛风，船就要沉落去咯。但这个人就惊吓，就叫醒困倒去这个查甫人，查甫人就起来，这比这风甲这逼这海平静停去，看到海甲风影就大大平静。这个时阵，第二张树仔才认出讲，哇，伊所在就是万王之王。有一个礼拜五，第三张树仔，互站断遐个几支的这个条啊，互甲伊卷出来，放伫一个遍地悲伤的人的这个脚趾边顶悬，行入这个各国山顶。后来迄个人被钉伫这个柴火的顶面，高高甲伊举起来，甲伊举起来。伫个头壳顶佫钉一个牌啊，讲写着这个是犹太人的王。第三张树仔，伊的梦想要甲天比悬的嘛无可能啊，所以伊却悬悬踩伫这个各国塔的山顶，指着这个天顶。这个故事中每一张树仔，拢得到因的这个期待，总是并是按照因原来所想象的方式。但上帝嘛要提醒咱，当代志发展无亲像你所求所想的，你嘛着爱永远记牢。上帝伫你的心上有一个专属的伫你，为着你量身定做的计划。咱虽望只是着无法度明白上帝计划，但是咱犹愿意继续信靠伊的时，上帝伊会将上好、上水的计划，伫上适当的时出来伫咱的面前。但这个新冠肺炎的病毒，互全世界一个真极大的这个教训。疫情互咱谦卑落来，疫情要提醒着咱，人是何等的软弱。咱拢深深盼望，特别来临的这个2021年，是一个和平喜乐的一年。但伫这年的中间，咱通互相鼓励、互相提醒，无搁再将咱过去的生活一切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但我要祝福咱大家，对年头到年尾，但愿上帝继续用伊恩典做咱年冬的免流，互恁出也别蒙福，入嘛要蒙福。但愿每一个人的名，拢刻伫上帝这个手掌的顶面，是着最好的这个保护，拢无一个被漏交掉。阿们。但这点要来吟回应的诗歌，就是哈瓦那吉拉。伫这个新年头旧年尾，2020年最后一个礼拜日，但我要用这首犹太人常常伫这个欢喜快乐伫庆祝的时阵，因所伫吟的这首诗歌，叫做哈瓦那吉拉。啊，这是希伯来文吼。要来祝福咱大家，会当新年来得到上帝大大的祝福。那么歌词是咧讲吼，讲来啊，互咱三个人欢喜快乐，带着喜乐的心，咱就要跳跳起来。兄弟姊妹，你就要来跳跳起来。但愿上帝的平安，甲大家同在。阿们。Nagina hava, nagina hava, nagina besamha. Hava, nagina hava, nagina hava, nagina besamha.
Hava ne annela, hava ne annela, hava ne annela besimha. Hava ne annela, hava ne annela, hava ne annela besimha. Uru ahim urahim neresambeh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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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va nagina hava nagina hava nagina besimha hava nagina hava nagina hava nagina besimha hava ne annela hava ne annela hava ne annela besimha hava ne annela hava ne annela hava ne annela besimha Urahim, urahim neresambeh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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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agina hava, nagina hava, nagina besimha hava, nagina hava, nagina hava, nagina besimha hava ne annela, hava ne annela, hava ne annela besimha hava ne annela, hava ne annela, hava ne annela besimha ahim urahim neresambeh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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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gina besimha hava nagina hava nagina hava nagina besimha hava ne annela hava ne annela hava ne annela besimha hava ne annela hava ne annela hava ne annela besimha urahim urahim neresambeh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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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va nagina hava nagina hava nagina besimha hava nagina hava nagina hava nagina besimha hava ne annela hava ne annela hava ne annela besimha hava ne annela hava ne annela hava ne annela besimha ahim urahim neresambeh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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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rahim
Hamba, nagina hamba, nagina hamba, nagina bersama. Hamba, nagina hamba, nagina hamba, nagina bersama. Hamba, neadela, hamba, neadela, hamba, neadela bersama. Hamba, neadela, hamba, neadela, hamba, neadela bersama. Urahim dari sampeha, urahim dari sampeha, urahim dari sampeha, urahim dari sampeha, Nagina hamba, nagina hamba, nagina bersama. Hamba, nagina hamba, nagina hamba, nagina bersama. Hamba, neadela, hamba, neadela, hamba, neadela bersama. Hamba, neadela, hamba, neadela, hamba, neadela bersama. Urahim dari sampeha, urahim dari sampeha, urahim dari sampeha, urahim dari sampeha, Nagina hamba, nagina bersama. Hamba, nagina hamba, nagina hamba, nagina bersama. Hamba, neadela, hamba, neadela, hamba, neadela bersama. Hamba, neadela, hamba, neadela, hamba, neadela bersama. Urahim dari sampeha, urahim dari sampeha, urahim dari sampeha, urahim dari sampeha,这点请咱当心阿头三角的祈祷。主啊，我被上帝，我满心的感谢你。特别是阮对路加福音第2章第8节到第14节内面，互阮的思想对马槽到底是物价这个题目，最后所诞生伫这个马槽内面，伊的诞生日，互阮来欢呼。但这个欢呼是因为着伊的这个诞生日，证明上帝讲，上帝救恩已经临到着人间。但最后所有诞生也带来愿望，这个愿望确实伫十字架顶才来实现的。十字架是受苦，是顺服，是赦免，是辛苦，是全然的疼。小说若无有这个完全的疼，小说若毋是完全的顺服，咱的主耶稣基督要如何通伫这个世间度过这个33年，而且顺服到第4年，而且这个顺服拄著是对圣诞的马槽来开始的。当3位博士就来到马槽的面前，见到圣囝主耶稣，因献上礼物，后来就离开。所以咱大家，咱虽然是错过这个古早的这个马槽，不过当咱遇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咱就一路来跟对主耶稣，一直对伊到十字架。
所以对于马祖到伫这个时期，咱才会通有真正的平安甲盼望。无论你伫倒一段路，但今仔日就要互咱对马祖来出发，来到这个时期遐吧。但仰望为咱的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伊是上帝羊羔，为着你，为着我来出世的，也为着你，为着我来上十字架。亲爱的宝贝上帝，这条阮犹原要继续为着美国，为着阮的故乡台湾，以及全世界来祈祷。求求天父上帝来祝福阮所徛起的美国，也是伫台湾，互这个肺炎的病毒，因着这个疫苗的这个帮助，互阮通倒转去过去这个平静健康的生活。甲阮同心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祈。阿门。这条大牧师要甲恁祝祷吼，咱大家来接受上帝互恁的这祝福。愿天父上帝慈爱甲怜悯，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圣神保守的感动甲交通，甲真个兄弟姊妹同在，伫到见做面迄日，奉爸囝圣子的名，阿门。亲爱乡亲、时代兄弟姊妹，咱今仔日这个网络的礼拜，伫这个所在就要过一段路。咱望伫后礼拜，共这时伫空中大家来见面。愿天父上帝的恩典，守守大家，祝恁大家平安，祝恁新年恭喜，万事如意。再会，拜拜。